咁如果我哋再睇下咧，如果我哋將個議席嘅數目定喺60嘅時候咧，我每一個議席嘅所代表嘅人口咧就10幾萬啦。但係如果我哋增加到90嘅時候咧，我哋都係7萬幾嘅啫。咁如果我哋比對翻，譬如瑞士咁樣係3萬幾嘅啫。咁其實我哋有足夠嘅理由咧，我哋係可以咧係增加到90席。咁我自己喺議席嘅數目嗰個建議就係喺12年嘅時候咧，我哋起碼要增加到80席。而家政府提出嚟70席，我覺得係太少，因為從嗰個容許政黨有更大空間發展嗰個角度嚟睇，咁而到16年咧就必須要到90席。咁其實仲有一個策略上嘅考慮點就係點樣去處理功能界別嘅議席，即係傳統嘅功能界別嘅議席而家係30席。如果你唔增加佢嘅話，又要令到佢嗰個嘅比例跌到係少過1/3嘅話咧，佢我哋嘅總議席數目一定要90席。咁所以就話到16年嘅話咧，即係我哋從個設計上就係喺個議席數目上，我哋一定要咧係增加佢，從而能夠達到頭先講嘅其中一啲嘅效果。我有幾個建議，不過我知道就跳咗係之前嘅嗰個建議啦，因為呢個咧我相信喺而家嘅時候咧，其他嘅人都有提過相類似，咁我就唔講個建議1，反而我就會集中講建議2。建議2咧主要就係咧，基於現在政府提出嚟個諮詢文件嗰度嗰個區議會方案嗰度咧，我提出過就係話我哋可以咧係去根據而家嘅方案嚟咧，再進一步嘅優化，能夠達到咧頭先我所講嘅嗰個將政黨嗰個發展空間擴大嗰個嘅目標。第一個建議咧，第一咧就維持傳統嘅嗰個功能界別嘅議席係19席，即係我哋陣間先再講區議會嗰個部分。之前咧我都諗過就係話，係咪應該要將公司團體票轉為董事、行政人員啊個人票呢個諗法？但係我諗最近呢1、2日嘅討論咧，反而我會覺得就我哋應該要咧唔好喐佢，唔好擴大嗰個選民機制佢。因為如果擴大咗個選民機制佢咧，其實你係會合理化咗呢個功能組別嘅，你會令到咧功能組別能夠以某種形式維持落去嘅機會係更加大嘅。所以要去策略上點樣去取消佢，就唔係咧擴大佢個選民機制，反而咧係要令到佢咧總體數目佔咧係少過1/3。咁呢個反而到2016年咧，我哋有機會咧係可以取消佢。咁第二咧就係新增10至15席啦。咁同翻頭先講就係應該係新增10席啦，喺2012年嘅時候。咁用翻現有嘅做法啦，5個選區30席，即係現有嘅選區就30席嘅咁樣嘅選舉方法啦。就新增咧就係嘅區議會議席咧，就由而家嘅6席咧，就我建議起碼去到11席或者16席。我諗最關鍵嘅我嗰個嘅建議咧，就係改變而家區議會嗰個嘅嗰個選舉方法。因為我哋一路嘅討論就係話，我哋點解會對於區議會方案咧唔係咁認同咧？其實因為區議會現在嘅選舉方法咧，其實帶唔到嗰個比例代表嗰個嘅作用出嚟。咁所以我嘅建議就係首先就取消晒所有區議會嘅委任議席啦，同埋就係將而家嘅我嘅區議會嘅小嘅選區，因為而家譬如以照我所知啦，沙田區咁係36個選區，咁但係你36個選區有36個民選議員咧。但係如果我哋將呢啲嘅選區係合併咗佢嘅話，即係話將一個、兩個或者3個視乎即係各個區嘅情況合併咗佢嘅話咧，咁相對上咧你能夠可以咁容易去攞到一個區議會嘅議席咧，係會困難咗啦。另外就係我哋將原先嘅委任議席同埋咧原有嘅即係多咗出嚟嗰啲民選議席咧，我哋就用比例代表制嘅方式嚟去選出嚟。就類似我哋而家嘅立法會嘅方式，就係用比例代表制。咁而所有嘅區議員就跟翻政府嘅方案，所有民選嘅區議員咧，佢哋一齊就去選呢個11個嘅立法會議員啦。但係亦都係用比例代表制。咁成個嘅設計嘅意義就係在於就係話，我哋透過一種雙重嘅比例代表制，選民透過用比例代表制嘅方式選咗區議員出嚟。然後再由比例代表制嘅區議員咧，再去用比例代表制去選立法會議員，
咁呢個就係話喺嗰個理論上應該係能夠最終出嚟嗰11個嘅立法會嘅議席咧，就係相對上係比較能夠代表到各個政黨喺全個香港各個區議會嗰個嘅攞所得嘅票數係合乎比例嘅。咁就用一種雙重嘅比例代表制咧嚟去咧，既係用緊而家政府自己本身提出嚟嘅方案，不過即係擴大咗個議席，但係我就優化咗佢，然後令到結果咧就唔會係令到某一啲嘅政黨咧係取得絕對嘅優勢。嗱，當然咧咁樣嘅設計之下咧，唔必然保證即係泛民或者係建制派任何人都會一定有優勢，因為我講法就差唔多係重新洗牌㗎啦，因為成個過程重新洗牌，重新洗牌之後大家都要重新返到區度，重新去諗過點樣去部署，甚至乎選民都要重新去諗過點樣去處理呢一個嘅區議會嗰個議席。嗱，喺我呢度咧亦都有建議過，不過呢個可以大家評論嘅時候可以諗下，就係話會唔會淨係俾嗰啲由比例代表制嘅選出嚟嗰啲嘅區議員去投票咧？因為如果用我建議咧，就可能係每一個現在嘅區議會選區咧，一半嘅議員咧仍然用緊單議席單票制選出嚟嘅，另一半咧就用比例代表制方式嘅。如果我哋係容許埋係單議席單票制嘅議員嘅區議員都去選立法會議員嘅話咧，可能出嚟嘅比例出嚟嗰個嘅效果咧，不及於咧係淨係俾比例代表制產生嚟嘅區議員嘅。但係我諗咧，你要去合理化呢樣嘢咧，亦都相對上要困難，因為對其他區議員嚟講，喂，我係單議席單票出嚟嘅時候，點解我冇份去選立法會議員啊？咁樣，咁呢個係可以去討論，就話究竟用邊一個係最能夠達到嗰個嘅比例代表制出嚟嗰個比例嘅效果。咁而點樣去過渡落去咧？咁如果用我頭先嗰個建議就係普選嘅就40個議席啦。就傳統嘅功能界別29個啦，維持啦；優化咗嘅區議會嘅議席11個啦。咁到2016年嘅時候咧，總之就傳統嘅就唔好喐佢，然後就將個所有嘢咧就撥咗落去咧，就變咗就係地區咧就開始單議席單票制嘅選舉，即係其實翻到咧係95年嘅立法會選舉個模式㗎啦，就係全港分做單議席單票嘅選區，咁然後咧就用比例代表制繼續咧就選其他嘅立法會議員，但係咧就採用咧單一嘅選區，因為頭先講過越係大個選區嘅話咧，比例代表制所產生出嚟嘅比例代表效果係越高嘅，咁所以同埋對政黨嚟講咧，佢嗰個嘅政治資源分配嘅能力咧，亦都係越大嘅。咁然後一路到2020年咧，我哋就採用一種混合嘅選舉制度，就係單議席單票制嘅立法會選舉啦，同埋用比例代表制嘅政黨名單嘅選舉。咁我主要嘅建議其實都係集中喺立法會嘅。咁而至於行政長官嗰度咧，就對於係1200，俾咗1分鐘。1200、1600咧，對我嚟講唔係好重要嘅一樣嘢。而從翻就係政黨發展嘅角度嚟講咧，就係同埋用嗰個路徑依賴嘅原則嚟睇嘅話咧，一定要取消政黨行政長官唔可以屬於任何政黨嘅規定啦。因為呢個基本上就係對政黨係一種嘅歧視嚟㗎嚇，或者對政黨嘅一種嘅負面嘅睇法嚟嘅。咁所以呢個一定要取消啦。咁而提名嗰度咧，我一個上限咧，我哋必須要有嘅。呢個其實就唔係關乎到2012嘅選舉，其實關乎2017，我哋好擔心出現篩選嘅問題。就係話，如果我哋而家唔開始取消咗即係唔再設定一個上限提名嘅上限嘅話咧，好大可能性咧就係喺2017嘅選舉一樣咧，而家嘅選舉委員會轉做提名委員會一樣都不設呢個提名上限嘅話咧，一樣都會咧係篩走好多嘅候選人。佢未必需要定一個條件，總之佢就攞晒所有嘅提名人。所以我哋喺而家就應該要咧爭取嘅係設立一個提名嘅上限。咁呢個就係關於行政長官嘅。好多謝戴耀廷。跟住落嚟咧就係蔡天強，同埋想第一提咧，頭先戴耀廷講嘅內容咧，其實喺出邊咧，佢準備一部分嘅 copy 嘅呢個方案嘅具體內容。咁同埋即係如果話幾位講者唔反對咧，我哋如果佢準備咗一啲方案嘅內容PowerPoint 咧，我哋可以擺翻上主辦單位嘅網頁上面咧，大家可以日後再詳細去睇。蔡志強。